這邊一開始先看前中油煉製部執行長痴漢交保掛電子卡匣，煞佇咧案件宣判進前起報人講，檢方是報下天羅地網，昨暗總算佇咧台東掠着人，連伊邊一個哪像是接頭的做伙押轉來高雄。車慢慢停落來，24暗互人押轉來，就是最近社會關注的焦點之一。前中油煉製部執行長痴漢，看起來平英過省真濟，面對鏡頭真兩倍。執行長，有人介意嗎？有人介意嗎？規旁的媒體甲圍起來，直直甲翕相。痴漢佇宣判進前棄保逃亡，互人通緝。警方錄伊的行蹤，落尾佇台東太麻里甲人掠着。現場還閣有一個哪像是甲接應的姓林的男性，身份要太釐清。你為什麼要逃跑啊？為什麼要尖叫了？痴漢佇2019年到2022年這當中，涉嫌受搶傷的烏西不法所得有2160萬。今仔頭地方法院23宣判，痴漢判刑25冬，褫奪公權9冬。沒想到伊煞佇咧宣判進前破壞電子卡匣走去，舊保人納的500萬保證金也予法院裁定沒收。徐漢經本院合法傳喚，並未於今日上午10點到庭聽判，因而另外涉犯刑法第161條之一。棄保潛逃罪，依職權向橋頭地檢署告發。警方佇遐酒過6天，總算甲人掠轉來。痴漢要是着為家己的行為付出代價，是安怎會棄保逃亡？敢是有其他的人協助？要待檢警進一步調查釐清。記者綜合報道。